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要跟咱讲的智慧财产权哦，地非财产权哦，所以基本上这有咧保护迄个作者哦，是。这个原作者吼，伊甲这条歌啦，是讲这个小说啦，伊做出来了后，伊就迄个权利哦，保护掉的。而且先注册呢。哎呀，你像讲去 KTV 啦，去卡拉 OK， 那唱你的歌，你就会当抽啊嘛。我就有钱好收啊。不过咱拢像你条歌嘛，真好听。春天的花蕊啊。啊，不过迄袂长的，啊，就无法度啊。就无办法通抽啊，嘿啊。而且足侪人唔知呢。是啊。尤其金山是间哦，足出名的吼，迄个鸭肉吼真好食。但是吼，大家拢知影，但是无去注册。哎呦，去互别人先注册去，伊即摆煞袂使用迄个名。伊即摆安尼啦，继续用吼，才变侵权呢。对啊，伊外生气，足想要订破的。哦，真正诶。我用遮久啊，讲到这，我就想到，咱进前迄个13亿迄个吼，足戆的迄当中呢，我不前一阵嘛，我本来真正就想要甲朋友讲开一个13亿的店，结果去查了才知影人早就做成13亿。我都有想到，你有想到？我烟枪都啊对对，烟枪背，烟枪背啊，嘿啊，你注册哦？有啊，安尼好你加载。真正有演技咧。安尼你较巧呢吼，哥哥。其实智慧财产权吼，会当保护家己，啊，佫会当趁钱。我即马就做迄少年人吼，读较足厉害的，我来研究迄游戏呀，还是讲什么设计一些什么东西，马上去注册。人若甲咱仿冒，我就可以抓了。是吼。哦，无怪，即马含暗会都有人专门咧掠讲啥物人唱伊的歌，暗会也袂使唱，你要罚钱啊。暗会也袂用的哦。系啊，逐项拢袂用的。你看，迄卡拉 OK 来放伊的歌吼，伊就要收啊，伊就要甲你收钱啊。啊，不过较早的人都想过奇怪，像一寡学历上、学巴上，阮较早都拢唔免纳钱啊，即马现在都爱纳钱。唱甲不爱唱啊，讲吼。但是有这个智慧财产权有甲保护，对作者较好。哦，有啦，还有一个保障啊。所以今日咱讲吼，大家都了解啊，所以后摆面对这种的问题吼，拢爱特别注意，较袂讲吼去侵犯到别人的权益，安尼就无好啊。好啦，咱莫讲遮严肃的问题吼，感觉足沉重的吼，咱再来看咱轻松佮趣味的得叫。来讲。是啊。多谢你光临阮天天民宿。阮毕业旅行啊！啊，对，各位同学啊，祝恁大家毕业旅行快乐！好，谢谢。来，给按来姐，按来姐。来，老师来开冰淇淋。来，这样。哦，碎。来，进来，请我，您跟我说。来，这样。各位同学，祝你们快乐！谢谢。哇，老哥，这头一倒来，那真有气调。哇塞，这个学生囡仔真的比较女型。哦，赞！是哦，赞哦，够赞。我的赞跟你赞，无共款啦。感官赞啦！你嘛用这？我是看到少年早起来拢遐水，我是讲赞。哦，赞！甲你讲迄什么？我唔知道。赞！哎。你感觉这个所在阴风惨，杀气腾腾？这个天哪会寒哈？去不会哦，我特别甲你讲，这个所在以前不是讲，这个所在已经是平安呀。平安呀？不是干那呢尔，这个所在全咧清杀平安的所在，然后迄个兵啊，犯着军法，还是刀兵强奸杀人，拢是这个所在清杀。这唔对啊！哦，不是干那呢尔，
这个所在捌发生过代志。古早的时阵，有一个士官长啊，甲一个查某囡仔咧谈恋爱，结果这个士官长叫这查某囡仔甲骗钱，搁骗性，一时想袂开，伫这个所在吊刀自杀。哦，恁两个爱到迄声敢会听的咧，敢是人咧爱。是啦，阿姑，伊甲我讲吼，这伊早毋是公园咧。这是要平安夜。对。啊，而且这地哦，就是庆杀场啊。嘿啊，所以有阿飘。哦，偌济阿飘，满世界拢阿飘。你看。哈哈，我跟你讲，这拢骗你的。骗我哦！啊，你会惊就讲，伊就甲你摸我的，对无？我会惊。若不就这哪有什么阿飘？什么平安夜我白讲，老阿飘安尼啦。滚啊！你若掠一个阿飘，我2万互你来。错，钱莫安尼啦，我嘛听人讲的啊。好啦，你若叫我莫讲，我就莫讲的。啊，你遐毋俄罗斯，我摕便当迄台。我摕后迄好兄弟遐食。你是你惊啥？你也看过摸的啊，对无？这自然的反应啦。好兄弟啊呢？毋是迄款好兄弟啊啦，甲你讲的，甲你想的拢无共款。无共。嘿，我摕好兄弟来食吼。阿成，来食便当哦。阿姑来这种声。所以讲哦，这个公园若12点经过了，都会听到。毋是，因为呢，这个士官长啊，伊要掉头进前，伊无爱做着妖怪，伊说哈，足青草的韭菜，食啉的，伊干嘛来做八鬼？所以讲若12点经过了，就听人咧食物件咧发晕的声。啊，你会惊无？跌倒啦！这一世界拢，免惊。惊啥物？你敢若目标我错一条。我吼专工去买点心，是你甲我发倒枵的呢？是一个点心买，转来讲的，什么2间，你开心，你甲天天民宿关店，那是什么情形啊？你呐哈？你食哪？我甲你讲，阿公哥哥讲吼，这伊早是欠啥子？对，而且搁一个士官长啊，要调到进前。无爱做妖怪，所以就要足济物件，搁酒来遮啉好饱，醉做八鬼安尼。啊，搁有在去点的时阵，一定要食物件，稀嗦嗦的声对啦！哎呦，堂诶，这个故事吼，阮群啊吼，已经讲过了100遍啦。哦，啊，来，过来，俾我看一下吼。好。正12点，哈，伫倒有咧食物件，闪的声音啦，根本都无嘛，对无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鬼是伫倒位啦？鬼倒位？有声，这物件。听到，哎呦，都我甲你讲，这士官长啊啦，士官长啊，你食物件啦。哦，你当作鬼伫遐食物件哦。我你讲的，你住伫迄后宫楼就是伊啦。哎呦！嘿啦，士官长啊，你巴肚枵啊少，你莫当食，因会惊啦。无你摕转去厝里食。好，嘿，好。若枵我会搁摕互你吼。好，莫出来迄惊啦，来你就转去吼。我点心。喂，等下已经互人啊，就互人啊，唔免计较。咱若真正枵，咱就转来煮。这较早就咧。哥。安怎？
迄个就是迄个士官长啊。啊，伊拢家己坐咧咧生活，也无煮食，所以我拢会捧一个便当啊。哇，有爱心哦！三个面俄罗斯无，我当作鬼啊！喂，哎呦，我想要到你这么有爱心哦，安尼你有够讲哦。糖糖，嘿，咱倒来厝的吼，看看还有啥物嘿，头摕来互食，咱嘛做爱心。喂，我一讲者啊，恁大家就安尼去叫我。我要跟你讲快。你这是当做即摆7月半就要做几道食了？一个人尔，唔免食遐济啦。你若明仔载，你若真正有迄个心，你就捧一个便当来互食。安尼吼，好啦，安尼既然安尼讲啊吼，遮晚咱倒来看。拜拜，拜拜。哥啊，喂，你这部佫袂歹。哦，咱换条咧。嘿啊，讲几啊，互因听。伊就惊，惊就甲你说啊。对啊。哦，咱的目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对。对啊，即摆有规团啊，规班啊，又去来阮遮大秘书啊。啊，来讲几啊，互因听。哦，到时来惊讲。哇！赞，水啊！伊这吼，你夜惊还要想要听啦。你甲你讲一个吼，你讲一个。好，来，你搁讲一个。我过来讲一个真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伫民国45年。迄个时阵的呢，一个查囡仔，甲你差不多同款的年龄，非常的痴情，去爱着一个士官长。结果这个士官长啊，甲伊骗钱，搁骗色。这个查囡一时想袂开，抓伫这个房间抓自杀。足惊吼！跳，你家己去摸吼。惊吼，惊吼！啊，敢要想要搁听？要搁听？没有，要搁听？哦。啊，这嘛是几点嘛？我来吵都大声咧，睡觉了，较紧困，哦，吵无隔标，我先睡。就是因吵到安尼，我嘛才来甲因讲，我唔通遐大声啦。我要甲阿困，你嘛对。谢谢。别。较早困嘞，莫安吵。哦，吵到大声咧，伤吵。佫一个故事足恐怖的，我跟你讲，老师伫遮吼，咱先走。干嘛佫讲？小等再佫讲。好，等老师走完再。莫困咯吼，等我来。较早困嘞吼，较早困嘞。晚安哦。啊，老师晚安，早点睡。好。哎，你的衫收你买啦，看，上个家己贴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无我诶。我要来洗泳裤啊。好啦，你先洗。好。哎，你洗较紧嘞，我等下要放晒哦。啊，你哪样摕去啊？我的嘞，我小丁丁嘞。我哪知无甲你摕？啊，我来呀。对。哦，大概都安尼。那无我去洗衫。哦，好啊。我就点嘞，我要困啊。你要困哦？我袂洗身躯啊。那无我看电视好。那拢困去啊。来，快滚！滚啊！剩我一个，拄则搁听迄几故事，足恐怖，我无来困。
人哪济？1、2、3、4、5。对啊，咱目镜敢若5个人尔。哎呦，娘喂！拄仔才钱啊，高高加迄个，高高讲迄个贵国数啊，人假是，但是要搁加一个人出来，根本是贵啊！哎呦喂啊！啊，我这可是我家己嘛手花啊。搁算一间。1、2、3、4、5。嘿，对啊，安尼无唔对。哦，目睭花啦，我嘛来困好啊。啊，过来啦，一点秒钟要骗我的人呢。要讲困倒啦。哦。来，同学起来，要检查。起来，检查身份。我来点名。哎呦，我拢点过啊啦。阮拄倒先来点过，伊拢无点过，拢无一日都无夹。安尼哦。恁讲点过啊？一个都无欠哦。嘿，我想无妥当嘞，我看还是点就好啦。那王琦。有。哦，有滴吼，过来小詹。哦，有滴好。威尔。哦，我过来爱困哦。好，小佳。有滴咧，嘉平。佳，来困。这个怪怪吧？来，你起来，我看看。你起来。嘉平，真爱困啊！妹妹，真爱困啊！哎，好过。来，你起来。这什么情形？啊，你啥啊？我帮伊收内衫啊。收内衫哈，你合作嘉平？嘿呀！无啦，我帮你收内衫去。变态，变态，对啊，我来内衫了，你啊！无啦，我帮你收起来咧。我刚刚在无？起来！呀，这个无啦，我是个收起来尔。冲在啦！哎呦！无啦，我收起来啦。难怪安尼。是啊，那用我走一个出来。哎呦，对了，啊，嘉平呢？哦，嘉平呢？嘉平呢？哎，人家对人拢比较。叫你。放开啦！你个手插过。过来啦！紧来！谢好啦妹哈。不是啦，我是大家惊啦，我甲伊保护啦。护花使者。对啦，护花使者啦，好棒！真奇怪，原来是迄个查甫加查某的，我当作是阿飘咧。哎呦！对啊，啊，开心民宿甲天天民宿当时都阿飘啊。嘿啊，我嘛足奇怪，所以我才来甲伊探班者。你著超工讲阿飘，就有机会通落嘛就。无，是伊家己来，我无啊，我拢惊伊惊啦。我算个被害者咧。就委屈。无来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仔要甲恁讲的就是，哦，敢若底豆油无底看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敢若是黑色的，豆油嘛黑色的啊。哦。啊，你看袂出来讲当时有豆油无对？哦，豆油底咧嘛是黑的。所以讲你袂当看人普普。哦。别人啊，迄个人就看你普普。袂当看人无啦。因为你无尊重我，尊重你要创啊，对不？哦，你讲这我才想到。想到啥？
阮阿爸吼，以前叫一个师傅吼，阮阿爸做目睭嘛，啊，迄文成啦，创虎吼，迄文成头拢爱画红啊，以前古早拢爱画红啊，画古早人，画迄小姐有了够水啊，西施照神，真正我无骗你学咯。结果一届吼去比赛画图啊，画是只好，得到第一名的。结果人讲要找这第一名的吼，伊讲举手伊画啦，无人爱相信。是安怎？伊都拢规年摊拢。穿只脚，无穿鞋哦，啊，佫拢穿一领迄落那个空包裤，足长的，顶古早咧啊，滴过咧啊，无人爱相信伊啊。啊，像咱话装脚真正是拢互你送啊，后摆送啊，其实你敢若看伊清楚，感觉讲伊敢若无啥物吼，其实因兜足好去啊呢。大地主咧，阮兜厝边有一个阿婆吼，大概拢出去捡迄。叫你做，还叫你做。我讲妈妈，伊哪会遮可怜啊？是毋是？无咱来买一粒饮料，买便当，还食嘛？讲啊，戆查某囝还比你较有钱。我讲遮个地拢伊的咧，人伊是讲要做身体健康诶。嘿，我想阿姨好钱啊，对。你啊，像讲咱遮有一个头鬃白白的话巴掌，咱拢食素的。你若要甲讲便当买一素，伊讲无啊，是安怎？伊咧食家己做的。哦，这知影口味啦。老迄落都爱家己做，才知影口味。讲真正讲话吼，有啥个感觉？哎，敢若系我都喺个想一下，你做个想看人个目标啦。对，嘿，安尼时间休一个30分钟又到咯，要个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天天又开心呢，奉劝大家千万唔能看人无啦。人讲哦，人不可貌相，咦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无开始，就无坐等待，无停无止。你敢是无感觉？我伫你的身边，特别的安静。你面头前，我特别安静，想要讲出心。搁惊心碎，心碎。梦啥物，讲啥物，点点滴滴恁兜的路边。梦啥物，等啥物。